台师大自2013年开始，甲1967年的民歌采集运动的录音带，予师生早去部落翻译歌词，找人研究，重新出版。到大已经公开260条歌。都有美男组的囡仔是对因阿祖的歌声学唱古调，找到母语福建的路。 台顶咧唱歌的是伫本国小的学生，甲5年仔的高定军，伊完全毋惊场，中开十足，演唱美男族的歌谣，咱来去鼓舞。这条歌是咧讲青少年去鼓舞，甲其他鼓舞的朋友相像，而且大声对唱的传统歌谣，伫57年前，就是由高定军因阿祖唱的。原本在学校练习，然后老师就会给我曾祖父的歌，然后我就会去听，因为我发音不正确的时候去学他的。 唱腔转移，为着实现世代传承，台师大民族音乐所为2013年开始转录1967年民歌采集运动的录音带，因甲这音乐早登去部落，翻译歌词，找到唱歌的人，做研究甲分析，而且为2020年开始出版，到达公开260底歌谣。上新出版的牡丹百万，也有美男族，尤其是美男族的专辑，内底包括5个部落。 其实同一首歌，然后都会有不一样的旋律跟不太一样的尾音跟歌词，各个部落的那个个性就很明显，在歌谣里面的旋律会出现。我们学习到的是另外一些歌，可是这些是遗失的。那之后有出版之后，那有一个教科书在，让我们可以记录起来，然后这样一起去学习。参加发表会，少年歌者讲，透过音档甲音乐所在分析，会当更加理解英国时代唱法甲生活经验。 第二个好好咧教册原住民老师讲，这一代母语的断层甲流失是真严重，甲歌谣找到倒来，是帮助这个囡仔找到母体文化甲母语连接上紧的一条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